今天去 GameStop 门店买到了一张512G 的 Express 卡，上面写着 Switch 2专用，是台湾产的，打开看一下。2排金手指，现在插入主机。好，主机识别出卡之后，需要重启一下，它要更新软件。重启完之后，打开看到机器已经能够识别出卡带，490多个 G。把游戏《马里奥赛车世界》从内部存储，转移到外置存储卡，显示20个 G， 需要3分钟完成转移，写入速度还可以。好，完成转，然后打开游戏。游戏进入的速度还挺快的，和内部存储差不多。基本上就这些，谢谢观看。